嘛是香港有青仔粽，详细一个甲看，原来这是台湾乌蠅。顶个月29号暗时9点钟，一个警察驶车要去清水检查站的路，雄雄有一只乌蠅为草坡仔撞出来。该在迄当时驶车速度无讲真紧，无启动到这只乌蠅。落尾这只乌蠅脚底抹油，赶紧选。也毋过这只乌蠅出现的路段离清水部落敢若短短200多公尺。林管处提醒民众入山都爱看山势，驶车来到这棵搭一定要特别注意。 半暝规个暗暝蒙，雄雄有一只乌色的动物为草坡仔内底走出来，一直走，斟酌甲看，原来是一只乌蠅。驾驶互蠅行一条，小动一个了后，才去继续驶。乌蠅可能是看到车顶走一段路了后，就跟弄入去草坡仔内底。因为那边有一个窟窿嘛，那个路面有一个窟窿。对。好，车子开到那边的时候，可能听到“咕”的声音，有车子的声音，他就跳出来。跳出来之后，看到车灯，他就往前跑啊。 跑差不多100多公尺就停在路旁边嘛。顶个月29号暗时9点外，一个警察伫驶车去清水检查所的路下，拄到一只乌蠅雄雄走出来。好在警察车无驶真紧，无去弄到乌蠅。花莲卓溪乡的清水山区，本来就是我们台湾的黑熊的栖息地。那边一直都有黑熊的族群在那边活动。其实黑熊它闻到人的气味，它也会避免。 跟人相遇了，碰到那这样子的话，它也会有它自己的安全，它也会自己会顾虑。很重要就是一个无痕山林的概念，就是我们带上去的食物呢，尽量不要留在山区啊，因为它对这种食物呢也是很敏感。如果说是人的食物呢，让它在附近能够找得到的话，这个就是冲突的情形呢，可能会时偶发生。乌蠅出现的路段离清水部落敢若超200公尺尔。那管处嘛提醒民众入山的时阵要特别注意，莫去甲乌蠅惊到，做回来维护因的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